乡亲啊，继续要来探讨农电共生的通无？这几年来，政府推动太阳光电，煞伫农村引发假种田、真种电的争议。也毋过，为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那真正会当做假，以农为本，力能加达，安尼是毋是会当为农民创造更较悬的经济效益呢？华视采访团队特别到云林走一抓，发现有光电业者展开试验性的饲鸡种香菇，嘛看到有农民伫个畜牧场的厝顶来按太阳能板卖电赚活路啊。另外，农业灌溉的圳沟嘛会当发展小型的水力发电。这一项搁一项，伫乡镇的各地头当咧进行的力能农电的共生，现部状况如何呢？咱做伙来看。一块土地如果能结合农业、光电一起来使用，最适合台湾。太阳能光电的发展的基本前提，它必须是以农业为本，绿能是加持的。小农或者是这种高经济作物的一个农作物，它可以跟当地的自然资源转变成绿电，可以做结合，能够多发展一些有效的空间产生电力。你与其丢在那边，为什么不给一些机会？日头照伫太阳能板，自然界嘛伫背后咧运作，是能源转换的关键。厝顶太阳能板种电，厝内农场种香菇，两种方式，两种发电，农电共生，拢无冲突。本来是用直立式的种植方式，所以长的香菇就只有这个地方长香菇，横着放，整个菌放全部都有香菇。台湾最缺乏就是土地面积，在人的高度所拿得到的地方，我们就直接就把它铺设香菇的面积。香菇品质的控制来自恒温恒湿设备，用真技术来种突破传统，土地结合农业和光电，能源产生和粮食生产，两种发电并行存在。像这个香菇啊，这个就差不多有8分满。刚好含着你的手指这个阶段，这个刚好就7到8分满，这种的香菇是最好吃的。光电厂下的农业活动，农电共生的实际操作，运用环控设备加上这种层架式的栽培方式，和过去的种植方式相比较的话，香菇的产量会多上4倍。当初太阳光电要建制是一线来找地，就是这里有馈线的，你才能找那个地。台湾第一个农电共生的案例。现任太阳光电发电系统工会理事长蔡宗荣，2009年开始做太阳能产业，目前打造250个光电案场。台湾走向农牧经济绿电操作模式，目标2025年太阳光电要达到20吉瓦。嘛，就是251度电的生产目标。因为一个太阳光电1 ＭW 投资将近有5000万左右，台湾未来要做20吉瓦，要花将近1兆。即使有馈线、有资金，在土地的取得上，就是台湾最匮乏的地方。从以前推行太阳光电到现在，完成了8.1吉左右，屋顶上该做的，几乎大家差不多有7、8成已经拿出来做了。未来这12吉瓦就是地面型，要决胜负。蔡宗荣以光电业者实际参与农业操作，伊想要改变过去光电发电都是和农民小争土地的刻板印象。伫厝顶种电、厝骹种田的设计，发现农业和绿电并存的最佳模式，找到对两边上好的方式。选择最好的鸡的品种，它所生的蛋像翡翠一样，就是绿色的。我要去捡蛋了实验性的小型太阳能电场，除了启动香菇的选项，植被羽毛青壳乌骨鸡，
两家有效生产高经济价值的鸡卵，一粒卖30块。饲养阶段，这个没有经济规模，所以它的成本都很高。这只在生蛋哦。饲料减低以后，你的成本就会降低。这是他们饭前的水果，木瓜。咕咕咕，在捡木瓜哦。这些饲料要给鸡吃的，然后每天都喂，加了香菇跟鹿角灵芝。我们台湾有80几万公顷的农地，如果有人找到真的可以做成农电共生的这种案场，其实也可以解决粮食的问题，又可以解决光电的问题。好，我们现在要喂那个产房的母猪饲料。哦，那我们会看它吃的状况啊，给它应该要吃的饲料。我们会再帮它补充一些营养品给它。肚子如果饱饱，代表说妈妈的奶是足够的，哦，或是摸它的背部啊，对，看它的毛色，然后看它的背部的脂肪肌肉厚度是不是够。太大。对，它就比较紧张一点，它一直在叫。啊，回去找妈妈。伫云林大比企业化经营的低调，业者伫2012年以实验牧场挑战市场。饲猪业的考验又原是空污废水，加由环保议题所设的温馨天棚。这边的水帘就是猪的冷气房啊，那这边是降温的动作，它通常可以跟室外温度差到3到5度以上。那白天还好，那晚上可能。所以猪到底是怕热还是怕冷？小猪怕冷，大猪怕热。这边的猪都比较大只。这边比较大，就是这边是幼稚园的部分。能摆在猪舍的应用，除了可以产生电力之外呢，对整个牧场的运作也会降低它的生产成本。整个太阳曝晒的温度会降低，所以等于说我里面调节就我的能量就不用那么多。太阳能板这样大概可以降3到5度了。我们目前之前492 kW 的时候，一年大概2万多2、3万块。我们不是太阳能的业者，不是专业的，所以包括维护设置这我们都不懂，所以我们那时候才考虑是用租赁的方式。所以还是可以农电共生啊，哈。是可以。物业也可以。对。太阳能板产生的电力，用偌济电拢真清楚。运用 AI 监控智慧饲猪，嘛是农业革命加向绿色生产的关键。资源可以再重复利用，有效的利用。当我们的这个环境更好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它是可以节省能源的。那我们当初想这样考虑的，其实不是太阳能发电的事，而是因为它可以降低温度至少2度。科技加入农畜牧，善用储电的空间，袂拍算资源。我们的屋顶都是有太阳能板，这里边呢，我们有储能。我们就在离峰的时间，因为我们分阶厂是耗能的，所以我们会在晚上离峰时间先除冰，预留冷气，白天可以使用。所以就不要用那么多的能量。是，包括从我们往上发展，就是做太阳能，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多元能源，对大家讲都是好事。那很重要一点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废水跟我们的这个养猪或者养鸡的这些排泄物变成一个有效的资源，找出一个让我们的养猪产业可以永续。除了说我们要多元能源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重要是让台湾的畜牧产业可以变成一个大家不要说欢迎，至少大家不要排斥的一个，要不然台湾的猪肉、鸡肉要从何而来2022年第1季，
台湾的再生能源发电量是占7.67%。依照经济部的资料，2025年估算数字是15.27%，2028达标纪录要差1截。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说，你与其丢在那边，为什么不给一些机会？南投戏池东宫社区是低海拔的山区，水力的高价差真明显，适合再生能源发电。这个是我们目前全台湾独一无二发展出来的手持式的水轮机组。对，它只要简单组合就可以，而且它是一个男生就可以拿得动的。那它仿阿基米德叶片，而且它是采铝合金制，所以是轻量化。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水轮机的叶片水，待会碰到它就会转动，就会带动了我们的这个皮带，然后驱动它，最后带动到我们的发电机。发电机发完的电呢，会直接让我们的灯泡去做发光。以台湾农业管界水准发电烧水力，估算潜在装电量会使达到620МW， 一年有45亿度的发电量。4户1口的人家，一个月大概是300到400度电的一个月的用电量。那水力发电的1个 kW 大概是1个小时1度电的产出，所以1个 kW 的机组在一天就24小时的电力的产出。所以24乘以30就是它1个月的产电量，是可以 cover 一个人均家户的用电量。水力发电它的用途其实非常多，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电力来源，它是24小时提供。所以水力发电我们谈的并不是台湾电力公司那么大型国家的，但是它也没有到那么小，它确实会帮你赚到钱的这一种。那我觉得这种就是等于是让我们的绿能更普及。跟社区可以做结合，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期望的台湾的一个未来的样貌。它是角度的问题。对，角度的问题，你要切到旁边的角度，它就会动。深选小型社区电厂，除了教育宣导，嘛会当供应少量的电，休闲农业加入绿能概念。大家现在在我们去哪？那边好。休闲农场发电设备。走这边有水，走比较旁边，8只计十几只这样的。我们的水的位能怎么变成动能，变成电能，然后有环保的这个意义这样的。剩余的电可以用把它去储存，甚至于可以卖给这个需要绿电的那个企业。咖啡在翠林这边的做法，就是说它是一条龙的一个制成，包含了种豆，然后摘豆，然后晒、烘焙跟发酵。它电力部分可以来自于我们的水力发电。这种高经济作物的一个农作物，它可以跟当地的自然资源转变成绿电这个题目可以做结合，也就是说它可以打向一个所谓的绿能的咖啡，或者是水电的咖啡这样品牌。落实农电共生，水力、太阳能、沼气，拢是会当用的发电模式。我想这件事情必须是太阳能光电业者跟政府一起来合作了。问题还是在农业生产，希望太阳能光电是来帮助的，不是来竞争的。台湾需要多元能源，大家不愿意用核电的时候，那这个绿能就开始变成是一个显学。台湾过去100年间，我们其实并没有在民间去发展这种水力发电，那也没有应用到新的水力发电的技术，所以我们损失了在民间的部分损失了快100年的水变成电的这个机会。一方面是国家绿色能源政策的问题，一方面就是的确可以帮到一部分的农民愿意用新的这种形态去从事农业生产，产生电的这些边际效用，那对农民也是一种收入。因为有水上农业，农业到这个时代，它其实会慢慢的式微跟薄弱，但是我们水还是在，所以我们要赋予这个水另外一个价值、跟功能、跟意义，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做一个翻转。那包含我们说示范的社区、示范的基地，还有这个所谓的特定农产品的合作，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一开始的起步。绿能结合咱的生活，嘛影响在地多元产业。台湾农业在世界节能的趋势之下，
以循环经济概念，渐渐累积绿电的实力，大步走向减碳的目标。